分局每一档都拢有4遍治安会议伫咱社区来举办所以咱社区常年拢是配合6分局加金华派出所推动这个守望相助。警力有限，民力无穷警察没有办法遍及每个地方。那我们有社区守望相助队，它本身的一些训练，它可以提高他们的警觉性，对社区的一个关怀和救护，对于社区非常有帮助。另外分局这边需要这个各个里民和守望相助队的情资的一个提供，让我们对情资的掌握可以遍及每个治安死角。对治安的维护会发挥很大的一个帮助。爱护这个是社区对不对？只有社区才会办活动，这样大家一个普遍的认知，安出来对社区有帮助。因为可以帮助社区，然后因为我先生他本身也是守望相助队我们就是守望相助队里面附属的妇女医疗队。我们有轮流，晚上都有社区巡逻。我们就是平常会在这里量血压，每个礼拜的早上、下午。我们都有2位在这边值班。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知道你所居住的社区在治安方面其实都有被偷偷打分数吗？这关乎着社区安全问题，也一直都是警察局及各分局所密切关注的项目之一。分数高的社区，除了受表扬、肯定里长里民的努力外，也会举办研习观摩，让其他社区来切磋学习。台南市南区金华社区就获得108年度治安社区一班组特优单位第1名的佳绩。金华里全里总动员与第6分局合作无间外，还结合学校推动社区营造，打造宜居社区。然而，治安社区的评比又有哪些项目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警察局防治科科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警察局防治科肖汉忠肖科长。1年1度的社区治安观摩会是经过内政部评选出绩优单位来做一个示范观摩。评选的项目大概有看社区运作的模式，还有它的愿景规划。治安的具体的做法，他们有成立巡守队，设置监录系统，还有认养治安区块，发行社区的告导，再来就是强化他们自我防卫的能力。希望借由这一次观摩活动呢，由点而线，由线而面，来达到全民治安的效果。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开了7点2亿建造的交通大厦三峽共创基地地湾楼上午举办落成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并且种树来做纪念。蔡总统强调，这个园区将是南部产业研发的重点，嘛是台湾走向新世代产业上界重要的起点。交通大厦南部校区这座全新落成的资源楼，开了1年时间就完工，总经费7点2亿。是由资源基金会以三峽合作的方式来兴建，将作为三峡共创的基地。目前有19间企业进驻。交通大厦代理校长认为，这个基地的成立将会使带动沙仑地区的发展。同时，施正荣董事长也肯定这个基地将会进驻真侪人才，为台湾的进步来努力。交大在这个台南校区经营了超过10年，那原来只有一栋楼，现在变成2栋主要教学的楼的话，那就变成力量 double， 然后也由一个学院变成2个学院，所以在未来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里程碑，能够为这个整个南部校区在培育人才上面有一个新的力量。那同时这个带进了另外一个就是产学合作的这个契机，因为引进了差不多20家的企业，然后也为这个整个沙仑科学城能够带来新的气象。台南交大的
这个研究园区应该是台湾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3.0。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它的含脑量是最高的，附加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未来的产学共创的研究园区这个模式呢，可能是台湾要对世界做出更进一步的贡献，新的一些模式。14号上午举办启用仪式，总统蔡英文、教育部长潘文忠、行政院秘书长李梦燕、甲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座位的立委拢亲自出席，并种树仔来纪念。总统致辞的时阵也肯定，这大楼并无开政府一仙钱，也真有效率，第一年就起好啊，也阁有依法找办法，真侪代志拢克服法规，非常值得学习。我刚才听我们施董事长讲话，其实今天他讲的最好的2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这个楼没有花政府1毛钱，我听了真的好高兴哦，也很佩服。那就是因为没有花政府1毛钱，所以可以很有效率的1年就把它盖好了。那另外您也讲到是依法找办法，好，那我真的非常的佩服，因为很多的事情，确实面临到很多法规的这种重重的这种不能讲障碍，但是必须要一一克服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精神，就是不寻求特权，那我们就依照法律来想办法解决哦。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市政府或者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哦，都应该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协助哦。所以今天来参加致远楼的启用，我真的非常的高兴。我也希望那个其他在这个地区用了很多政府钱的楼，可以盖得更快一点哈。那让我们这个园区哦，将来变成是南部的产业研发的重镇，也是新世代台湾走向未来的世代产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点，也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聚落的所在哈。典礼过后也召开三峽共创联名大会，19间企业的代表拢提出家己的经营理念，互相来对话甲互动，为三峡合作带来新的起点。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上午伫慰安妇纪念堂上头前举办追思会，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蒋启程，甲多位民代拢到场，向慰安妇堂上献花致意。今仔日是国际慰安妇的纪念日，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上午伫中正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边仔的慰安妇纪念堂上举行追思会，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蒋启程、副秘书长谢龙介以及座位的议员拢到场出席，市府参议刘淑慧嘛到场参加。2年前，第一座慰安妇铜像树立于此，我们要挑起的是对立吗？不，我们要的是在谈原谅之前，还原真相；在谈原谅之前，把阿嬷该有的尊严、尊重、公平正义都还给他们。追思会由协会理事长童晓云主持，前总统马英九伫致辞时表示，当初协助慰安妇纪念堂上的设立，到现在连续3冬。这是伊第3届参加慰安妇的追思。马英九甲蒋启程表示，台湾慰安妇大约有1200多位，毋过到现在仅存的只剩2位，也是看袂到日本道歉甲赔偿。马英九表示，类似慰安妇的军事性奴隶的事件，到目前世界也是在持续发生中。今天是国际慰安妇的纪念日，也是我第3次到这个地点来回忆追思这一段令人伤痛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是在于全球支持纪念慰安妇的整个运动当中呢，我们总算也能够成为一员。我们大概是将近第90几座铜像，最多是在韩国，再来是大陆、香港还有美国。实际上这已经变成一个共识。就算台湾的慰安妇都匆匆凋零殆尽，我
我们还是不能够忘记这段历史。我刚刚讲过，同样的事情呢，在世界许多的角落还在发生。所以今天我来也是希望提醒大家，这个事没完没了，要继续努力保障所有的妇女。正视历史，诚挚道歉，本应该是日本政府面对过去的历史错误，以及面对战争、侵害人权应该要有的基本态度。今天我们透过追思，我想不但是要汲取战争的残酷跟无情，而且是要更珍惜和平的难得跟可贵。但是很不幸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慰安妇阿嬷始终等不到日本政府一个诚挚的道歉。伫个追思会最后，一行人嘛向前，伊向慰安妇的当上来献花，表达内心的追思甲唔甘。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行政院云嘉南联合服务中心感谢长期担任政府企业界志工，今年度伫云嘉南各县市选出30位企业咨询委员。伫台南市由保险金融业的代表陈玉婷担任。云嘉南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王凯旋也亲身颁发聘书。7年级生陈玉婷，莫看伊年纪轻轻，毋过社会经验丰富，护理师出身。曾经伫个生态病院的加护病房服务，看尽人生的百态，一直到7年前转换跑道，对着翁婿郭耀文来投入保险金融业，长期担任政府甲企业界的志工，帮助客户甲企业的沟通咨询，因此协办行政院云嘉南联合服务中心的企业咨询委员。从今年农历过年以来，我们的武汉肺炎疫情对于他们旗下的亲友或者是客户，他们不只是协助像有关的纾困的相关的措施，也去媒合非常多的业者，然后到政府的相关单位，好像职业工会的申请也好，或者是像企业雇主，尤其是以所谓的艰困事业，这些薪资的补贴，或者是将他们的专长尤其在金融业的也帮忙来媒合做一些相关的纾困贷款。那也不只是这样，他们也自发性的今年也有做出一个振兴券的旗子，提供给我们相关的业者，去做一些振兴券的使用，跟如何的去有效的推广。我想像这么好的企业志工，那今天特别来借这个颁发的仪式来感谢玉婷还有耀文贤伉俪。很开心那个行政院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其实我们两夫妻一直以来都是公益于社会公益的东西，因为我们希望整个社会可以更美好。所以当2016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底下有很多客户，其实他们是很愿意出钱的。然后我们也有其他很多客户也都是那种需要一些帮助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一直做着媒合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这是一种自发性的一种义举，这样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加这样。我想就是说，首先要感谢政府单位愿意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那也感谢我们公司给我们这样一个栽培让我们可以一直在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地位跟彰显保险一个分摊风险的功能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依靠。行政院云嘉南联合服务中心企业咨询委员，今年是第1届，由云嘉南地区每区各推选10位，一任的任期是2冬，推出的委员拢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代表，平常时负责企业甲政府的沟通平台，同时爱去帮政府的政策来做推动。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嘉义的受刑人重回社会，国际赛主会新义林迪湾区的春暉赛主会发起嘉义读报教育，希望透过优质的报纸，让受刑人重新学习，找到新的人生方向。所以举办记者会，邀请民众来领购报纸，送给台南嘉义受刑人。议长郭信良甲议员陈义珍率先响应，领购1等份的报纸，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
桌顶放的拢是夹仔内面的受刑人写予国际狮子会会员的感谢批。伫春晖狮子会的推动之下，发起了家甲读报教育，希望予受刑人透过报纸会使重新甲社会来连接，同时找到新的人生目标。13号下午伫台南市议会举办政报说明会，议长郭信良甲议员陈怡珍也拢亲自出席。除了肯定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也用行动来支持，将会认购1年份的报纸。那我想，长期以来媒体的正向的能量报道，启发了多数的受刑人的一个良知。那在这里，我要呼吁，我要大声的告诉各位，一份好的报纸，就像沉入水中的过程，可抓到一根导正上岸的树根。那期盼透过读报教育，加上导读人员的爱心引导，那正符合了我们2021三林地湾区年度主题，以和为本，用心服务台湾上赞，然后帮助受刑人。第一点，改善心智模式；第二点，自我超越。那我想，读报、阅读报纸也是一种学习。我想，学习是一个过程，那改变是我们所要的结果。那期盼受刑人重新步入社会之后，可以缩小落差与社会融合，期盼成为社会友善、正向的新助力。春晖狮子会会长李佩熙表示，去年第一届推动家甲读报教育，得到60多人的响应，今年也将持续来努力。有意愿认购报纸的市民，嘛会使甲春晖狮子会来联络。台南新闻郭无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人爱读册》节目。华山基金会安平天使站结合知名美妆公司举办美容保养化妆的体验，带领长辈家己动手动脑来装扮，希望透过化妆疗法来预防长辈失灵退化。华山基金会安平天使站在地服务满14天，陪伴超过200位60岁长辈，行过孤苦无依的日子。为了感谢长期支持关怀服务的善心人士，安平天使站12特别举办感恩茶会，邀请台南中坛善心会执行长蔡思轩以及真侪支持的朋友，做伙陪伴长辈化妆。真侪长辈因为从来毋捌化妆过，会当参与这届活动，拢感觉非常的趣味。来。用机约看好，杯1/3叠正边，1/3。好，杯1/3叠倒边。个杯一半嘿，伫倒边。正边用一个，倒边用一个。查甫是无咧化妆嘛，伊就甲咱叫来，咱就做伙化妆。家己画了，感觉安怎？较有较金的，较水啊。较金啦，听得足好，足轻松，参加感觉讲了真好，因为我毋捌咧画啊，所以我听了袂歹。训练他们从彩妆到保养，然后训练他们的身心脑，然后他们就是在日常当中啊，可以透过保养或是化妆啊，可以训练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肢体，让我们的肢体更有力，然后透过保养化妆，因为它要记步骤。所以我们的头脑呢，它会训练他的记忆力。
华山基金会透过甲资生堂合作，以化妆疗法的方式，让长辈家己动手装扮家己，希望会当预防延缓长辈失灵的状况，嘛会当鼓励长辈走出来，增进社会参与。我们今天很特别，是邀请到那个资生堂的社会责任课一起来带领我们的长辈进行化妆疗法。那希望透过化妆疗法这个过程呢，可以让长辈们训练肌力，那也可以让他们觉得说，提升他们的自信力。像我们就有长辈，他可能是罹患癌症，那他也会说，他其实每天他都会自己帮自己化妆，就算不出门，他也会觉得说自己的气色好很多。那我们今天现场不止邀请到了阿嬷，也有阿公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对，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些活动，让长辈们走出家门，可以认识更多其他的那个同龄的朋友们。对，那也可以就是提升自我的那个自信力，跟促进社会参与。华山基金会伫大台南地区总共成立39个爱心天使站，服务超过2600位适龄、失智、失医的长辈，提供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社会参与等服务。基金会嘛希望有更侪善心人士或者是团体，会当做伙加入关怀孤老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急性尿滴瘤这款症头较容易发生伫60岁以上的男性，原因通常是因为膀胱出口太条的、尿泡腺肥大，或者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如果症状较轻，会当用药物来改善；若是较严重，就会当透过尿泡腺镭射手术来做治疗。基美医学中心最近有一项病例，一位60岁的男性因为尿紧、放尿慢，又搁放袂清气。常常有一天甚至8点钟无放尿，膀胱愈来愈长，互伊真艰苦。来到基美挂急诊，诊断出是急性尿滞留的状况。病人一开始来的时候，有一些症状，就是说他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尿，然后觉得膀胱部分就是耻骨上的部分觉得很肿胀，然后出来还会很痛的感觉。有些病人合并一些急尿感，可是解不出来。除此之外的话，有些病人很胀了。他会有一些漏尿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大概可以评估就去一些理学检查，比如说摸一摸他耻骨上的部分，会觉得胀胀硬硬的，大部分这种情况不外乎就是急性尿滞留。那造成原因其实非常多不过男性比较常见，但男性部分大概占了女性的大概13:1的比例了那除此之外男性的部分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因为攝護腺肥大所造成，大概占了1半左右。因为急性尿滞留会互尿回流到膀胱，造成腰子的损害。若是无用药改善，就要用导尿的方式将尿排出来。如果一旦胀尿胀得太久的话，它可能会造成那个尿液的逆流，伤害到肾脏。所以原则的话，我们要保护肾脏，不要伤害到肾脏。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尿液引流出来，最直接的就是放个尿管。有些病人的话，因为尿道本身有问题就是说尿道之前有开过刀、有狭窄，真的受过伤，一般的尿管是放不进去。这种情况的话，但我们可以放个耻骨上的造瘘暂时性的缓解他的尿胀的问题。若是症状较严重，医生嘛建议用攝護腺镭射手術来治疗，不但空喙较细，復原的时间嘛较紧，而且手術第2天就当落床，家己轻鬆放尿。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分，中昼过后底将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8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